台南七股是乌面大飞飞来到台湾过冬的所在，不过这个时阵，这个七股四界拢是太阳能光电棒，规片的光电棒所互这个社区的面貌规个破坏了，甚至有一部分的光电场就起伫咧社区当中真瓦徛家，影响到居民的生活空间。 台南七股盐山真出名，嘛是乌面腊杯顶顶水饺的产地。不过现主是七股四季拢是太阳光电板。像现在我居住的地方旁边就有水田，我在晚上我都可以听到他们叫的声音。那如果光电板继续这样子盖下去的话，我想我可能很快就会听不到这些鸟类晚上觅食的声音了。根据官方统计，目前台南市是全台湾光电板上侪县市，其中七股阁是台南市上侪区，10%的土地顶悬拢是光电板。17个在地少年人就安尼成立七股监督光电青年联盟，因12特别上北到立法院召开记者会，希望政府重视。中央政府定出来的2025年光电的建制目标其实是20 GW 瓦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光一个区，光一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呢，我们就占了大概20 GW 瓦的1/20。所以其实是我们现在其实有非常高比例的一个光电建制面积，其实是站在同一个行政区里面。这几年真侪少年人登去故乡创业，希望用七股的美食甲美景来推测观光。不过，规片的光电板却把社区的面貌破坏了。部分光电厂新建在社区之中，紧邻住家。 造成居民生活空间及视觉上的压迫，影响渔村社区的景观，冲击游客来访的意愿。呼吁政府光电建制应该有整体的地景冲击评估，并在聚落及住宅的周遭设有缓冲带。针对七股少年人的诉求，经济部人员局表示，现主市光电案因拢会做环境甲社会检核，而且刷落来七股的渔电共生专区，限制干那5%的土地会当起光电板。记者林世豪、谢桂林综合报道。